第19天，復興的呼求。以賽亞書64章8至12節。耶和華啊，現在你還是我們的父，我們不過是泥土，你才是陶匠，我們眾人都是你手所作的。耶和華啊，求你不要大發烈怒，不要永遠紀念罪孽。求你垂看我們眾人都是你的子民。你的聖城變了曠野，錫安成了曠野，耶路撒冷成了荒場。我們那聖潔和榮美的殿，就是我們的列祖讚美你的所在，被火燒了。我們所喜愛的一切都成了廢墟。耶和華啊，對這些事你還忍得住嗎？你仍緘默不言，使我們受苦到極點嗎？親愛天父，你係陶匠，我哋係你嘅泥土，喺破碎疲乏之中，我哋嘅愛心已經冷淡。我哋生命入邊需要你更新嘅觸摸，求你憐憫我哋，再一次將生命嘅氣息吹入我哋入邊。主啊，為咗你嘅榮耀，求你復興我哋。阿門。